網上說的真的對不住啦。大家好啊，我水蓮終於出嚟啦！今日我哋嚟食正宗西北手抓羊肉 ，Let's go！就係呢個沙爾塔手抓餐廳。呢個係恢復堂食嘅第一餐，我哋就食好啲。聽講呢度可以食到好正宗嘅西北手抓羊肉，要個精品手抓，一個羊脖子，再有一個過油肉拌麵。好，謝謝。哇，這個羊排真的，俾你睇下先。這個是手抓羊肉，這個是羊脖子。過油肉拌麵，我直接上手啦！哇，呢個羊真係好嫩啊，每一條都係嗰種肥瘦相間啊，非常嫩。正宗嘅手抓羊肉呢，淨係落薑葱同埋鹽去調味，就是那種鹹味，把那個羊肉嘅香味同埋鮮甜味全部提晒上嚟，而且佢冇嗰啲羊肉嘅騷味。我仲問佢哋攞咗啲洋葱，聽講佢哋西北係食洋葱嘅，感受到那種嫩滑嘛。牙子，洋葱好甜啊，加洋葱也很香。我哋就嚟食下呢個羊脖，這麼大塊，這是我的手掌。網上說的真的對不住啦。嗰啲肉會有嚼頭多啲，而且仲有一嚿羊筋喺度，仲有啲骨髓，佢表皮都係有一層肥肉喺度啊，所以佢呢一層咬落去咧，又係特別嘅滑。就好似你食鴨頸同雞頸咁樣，啲皮要撕落嚟，佢係有少少濕嗰種咁嘅口感。羊排同羊頸都係98蚊，我覺得羊排抵食啲。那個羊排是真的好吃，這個是過油肉拌麵，想吃了很久。個新疆味道睇到我超想食。胡椒味好重，太香了。很喜歡那種每一個麵條都裹了很多醬汁，吃起來賊辣爽。而且佢入面啲羊都幾嫩，強烈推薦那個精品手抓羊排。